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好，请我们站立哈，我们一起站立，我们彼此来祝福说：上帝的恩典与你同在哈，上帝的恩典与你同在。好了呀，我们要一起来赞美，我们要一起来敬拜，要凡事先不住祷告啊，这是在神在基督里面的心意哦。凡是感恩啊，感恩神就更多啊，在我们当中。手借给我来。要凡事谢恩，因这是神的旨意。要凡事谢恩，因这是神的旨意。要凡事谢恩，因这是神的旨意，在基督里所定旨意。要不住祷告，因这是神的旨意。要不住祷告，因这是神的旨意。要不住祷告，因这是神的旨意，在基督里所定旨意。要常常喜乐，因这是神的旨意。要常常喜乐，因这是神的旨意。要常常喜乐，因这是神的旨意，在基督里所定旨意。要凡事谢恩，因这是神的旨意。要凡事谢恩，因这是神的旨意。凡事谢恩，要凡事谢恩，因这是神的旨意，在基督里所定旨意。要不住祷告。要不住祷告，因这是神的旨意。要不住祷告，因这是神的旨意。要不住祷告，因这是神的旨意，在基督里所定旨意。要常常喜乐，要常常喜乐，因这是神的旨意。要常常喜乐，因这是神的旨意。要常常喜乐，因这是神的旨意，在基督里所定旨意。感谢主哦！刚才这首诗歌教我们要做3件事，第一个是什么？常常喜乐吗？第一节说什么？要凡事什么？谢恩啊！我们从这个歌词来。第二个，不住的祷告，然后第三呢？常常喜乐哦，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然后凡事谢恩哦。他刚好歌词这样颠倒过来哦，所以有时候是不讲道理的啦，没有规则的哦。凡事懂吗？所以我们这3件事记得，就是在祷告当中，我们感谢，我们要透过祷告感谢，可能才能够活出喜乐来哦。可能你的祷告是在困境当中，但是上帝会回应你的这个所想的所求的，所以我们要来看上帝的话语哦，一起来称谢他、赞美他，一起来。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地已经出了土产，神就是我们的神，要赐福于我们。神要赐福于我们，地的四极都要敬畏他。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我们要感谢赞美这位主哦，他是我们的什么？他是我们的什么？所以我们从诗人他自己的经历是不是你的？你自己一定有你自己的经历哦。我们知道这位创造万有的，他供应丰富的资源哦，那丰富的慈爱，然后那他赐福给人，他供应丰盛的土产，然后呢，他愿意赦免人的罪过不管环境有多糟那他所赦免的一定是这样永不改变。
那我们可以做的是什么？我们可以做就是承认我们的软弱过犯哦。那第二个，邀请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掌权，这是很重要的哦。那透过这样的悔改的心，我们可以与神有美好的亲近，好不好？我邀请大家一起来称赞这位神。你认识他的属性，你就开口来称赞他、赞美他、感谢他，然后恳求他与你同在，除去我们生命当中的一切的软弱、一切的障碍。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来，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创造万有的天父，你是顾念我们需要的神。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你的慈爱直到永远，因你的信实直到万代。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创造天地万物，就是为了按照你的形象所造的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要感谢，我们要凡事要感谢，大大小小的事，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要在祷告当中来经历到，即使是在患难，也有你的喜乐同在。谢谢主，谢谢主。我们要赞美你，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你，将一切的感谢献在你的面前。赞美主，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创造万有，你是慷慨的上帝，你愿意将一切美好的事物赏赐给你所创造、按着你形象所造的儿女们。谢谢主，让我们知道一切都是从你而来，你是赐福的源头，也让我们知道如何回转归向你，靠着主你所加给我们的力量，我们能够面对顺境困境，我们都能够。谢谢主，让我们在颂赞归于你的时候，我们真心从我们心里面感谢你一切的赏赐，感谢你一切的保守看顾，也让你的圣灵与运行充满在我们当中，随时指教我们，好叫真理使我们得着自由。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感谢神哦，在世事的变化当中哦，身体也会老化，也会变化哦。我们恳求神施恩，在怜悯当中扶持我们哦。我们要说神的话，宣告神的话，神是我们的什么哦？那当你用这样宣告出来，神就成为你的哦。我们一起用主的话，诗篇91篇2到4节一起宣告说：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所以在这边有给我们有防护保护的这一些的机制哦，来帮助我们。我们透过这一些的事项哦，所以最近进入到考季嘛哦，所以我们的儿女们，我们的这些年轻人们，他们要面对这些考试哦，今天还有说要跑到哪里啊？家长要陪同哦，我们同工要陪同他的子女去面试等等哦，我们恳求上帝来保护他们，给他们有智慧，知道神为他们所预备的细所哦。那为着我们身心灵健康，最近有一点这个疫情的回温嘛哦，那感谢主，还是就是说要保守自己哦，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那在我们各方面，我们都需要神的同在，需要神的医治，需要神的预备。那我们透过这些邀请主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掌权哦。碰到一些老人家，我很孤单很孤独我说你就来我们1到5有据点嘛走出来那你就不会觉得孤单在家里就是看电视，结果是被电视看对所以我们走出来那生命就不一样那我们恳求主来帮助我们经历到他的医治特别是我们的家人，如果在病痛当中人说的可能让我们丧志，但是神说的让我们能够更有盼望好不好？如果我们当中有需要的被祝福的
我们就原地站立起来，或者坐着，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来，你有需要的你就站立起来我们的同工为你祝福。哈利路亚！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奉你名一起来宣告你的医治就是在这里。主啊，你的力量在这里，你的供应，你的引导。主啊，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主，你是我们一切幸福的源头。主，我们要宣告说，主啊，你是我们的福分，你为我们预备的产业，预备的福分是坐落在佳美之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一起敬拜赞美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从宝座赐下的这一些的恩典、慈爱跟供应。愿你施恩赐福在我们当中求你来掌权除去我们身体的病痛、心灵的担忧、害怕。愿主来释放我们。现在天父上帝，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是我们福分的源头，你是我们为我们预备产业、为我们预备供应的主。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的出路都由你护卫着，你保守看顾我们。在这个黑暗的世代有时候我们面临很多这些的挑战跟困难，我们真的恳求施恩的主保护看顾我们，让我们出入平安，让我们心灵有平安，让我们手所做的能够凡事亨通顺利。即使是在困境的当中，我们也能够知道神你保守看顾我们，你与我们同在，你没有丢弃我们。谢谢主，透过你的话语来滋润我们的心，来扶持我们软弱的信心。愿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最后我们要来一起为主日来守望来祷告。来，我们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语说，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为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要为我祈求，让我有口才，能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铁链的使者，让我能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宣讲。保罗说要为他祷告，能够放胆的宣讲；为牧师祷告，能够按着真理来传讲，按着上帝的心意来传讲。也为了众圣徒来祷告，让我们的信心眼目焦点在于这位神让我们不会失焦，好不好？我们为着长子同工的服事，为我们个人特别是为了本主日圣灵的降临愿圣灵充满在我们当中。初代教会这些渔夫们他们在宣讲上帝的话本来怕的，但是圣灵与他们同在，他们竟然公开的敢站在这个公会，敢站在这一些敌对的面前，能够大胆的宣讲这就是圣灵的能力与他们同在，你知道吗那胆怯的心就离开让我们能够按着正义来分解神的真道那为了本日有阿嘎贝的领袖小组、夏令营的筹备会，好多这些为了就是要赢得这世代的年轻人、儿童，还有是成年人还有我们的长执会，接着会有小会那为了更生团契来祷告来祝福特别是为了有一些更生人他们出来神接纳人也要接纳，怎么样去帮助他们？我们一起站立好不好？我们一起站立，我们一起来祷告，一起来祷告，求神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开口同声来祷告来。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我们透过祷告的祈求来守护着我们众圣徒能够按着主你的心意来服侍。愿你施恩赐福在我们当中掌权，谢谢主，让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同在让我们这个同心，让我们这个一同服侍的过程当中，神你的爱就充满在我们当中。谢谢你，主圣灵，你开启我们的心窍，让我们明白你的真理，真理要叫我们能够按着神你的心意来服侍。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你要我们
遵守大使命，就去使万民做你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你所教导我们，都教训他们遵守。你就要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透过这样的使命，让我们不只是看见自己的需要，也看见他人的价值，看见这些世上灵魂的需要。愿你赐福，开阔我们的眼光，让我们有新的眼光，看见你给我们的使命。愿你赐福施恩，让你的话语向我们来讲话。愿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也要一同用主祷文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神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持续的站立来敬拜我们的上帝。主啊，我们信靠你每一句对我们说的话，主啊，我们信靠你每一句的应许。主，你是卑微转为尊贵，是伤心流泪转为笑颜。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知羞愧就没有失望。心中充满盼望，盼望使眼睛明亮。道路虽崎岖，你与我同行。心中充满盼望，盼望使信心刚强。信靠每一句应许，生命充满亮光。一起来拍手。主，你是卑微转为尊贵，是伤心流泪转为笑颜。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知羞愧就没有失望。心中充满盼望，盼望使眼睛明亮。道路虽崎岖，你与我同行。心中充满盼望，盼望使信心刚强。信靠每一句应许，生命充满亮光。好。我们来玩一个合音的小游戏哈。这首歌呢，它有一个隐藏的歌词，它是这样唱的：我哦，我哦哦哦，我哦，我哦哦，我哦，我哦哦，我哦，我哦。那这首歌呢，它可以跟我们等一下唱的《心中充满盼望》做配合。所以等一下呢，我们会请我们的和音小天使唱我刚刚唱的那一段，那大家都尽量跟哦。那另外一边呢，我们等一下会切一半，另外一边就跟我唱副歌哦，就跟我唱心中充满盼望那一段，可以吗？那我等一下站到哪一边的前面，那哪一边就跟着我，那另外一边呢就跟着我们和音小天使哦。啊，你们要大声一点哦，哦要大声一点哦。OK， 好。那上面3楼的朋友们，中间这一排，你们就自己看心情切一半哦。如果你能够两边都一起唱，那也没关系，那就代表你很厉害。嘴巴唱主歌，副语数唱那个我哦。好，来，那我们来试一次，我们从头来，好不好？我们从头来，来，一起来拍手。主，你是卑微转为尊贵，是伤心流泪转为笑颜。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知羞愧就没有失望。来这边跟我一起唱哦。心中充满盼望，盼望使眼睛明亮。道路虽崎岖，你与我同行。心中充满盼望。
大家反应哦，充满盼望，盼望使眼睛明亮，道路虽崎岖，你与我同。喜欢这边，心中充满盼望，盼望使信心刚强，心靠每一句应许，生命充满亮光。好，一起来唱，心中充满盼望，盼望使眼睛明亮，道路虽崎岖，你与我同行。心中充满盼望，盼望使信心刚强，心靠每一句应许，生命充满亮光，生命充满亮光。再一次，生命充满亮光。哈利路亚！是的主，我们生命充满亮光，是因为有主你与我们同在。哈利路亚！是的主，谢谢你。弟兄姊妹，请坐。主啊，我们信靠你，是因为我们找到了你。主啊，我们信靠你，是因为我们爱慕你。主啊，求你让我们感受到你的爱。牧神的人必得着满足，神他就是爱，永远不更改。寻求神的人必不知羞愧，神必定供应，神是最美的产业。主啊，你真好，神你真美好，真美好，真是美好。我经历你的心事，数算你的恩典。神你真美好，真美好，真是美好。一切寻求的心存盼望，就必寻见。把你对神的爱唱出来，让神感受到我们对他的爱。主啊，你真的很好。爱慕神的人必得着满足，神他就是爱，永远不更改。寻求神的人必不知羞愧，神必定供应，神是最美的产业。神啊，你真美好，神你真美好，真美好，真是美好。我经历你的心事，数算你的恩典。神你真美好，真美好，真是美好。一切寻求的心存盼望，就必寻见。神你真美好，真美好，真是美好。我经历你的心事，数算你的恩典。神你真美好，真美好，真是美好。一切寻求的心存盼望，就必寻见。大声的向主来唱，神你真美好，真美好，真是美好。我经历你的心事，数算你的恩典。神你真美好，真美好，真是美好。一切寻求的心存盼望，就必寻见。神你真美好，真美好，真是美好。我经历你的心事，数算你的恩典。神你真美好，真美好，真是美好。一切寻求的心存盼望，就必须
一切寻求的心存盼望，一切寻求的心存盼望，就必寻见。主啊，我们寻见了你，让我们看见了你，我们心中有盼望，我们就能够找得到，因为我们知道赞美会让我们在信心当中不断的升起，使我的口不停的赞美，使我的手不停的高举。主啊，因为你是我的信心，因为你是我在每一个困难当中都让我能够经历到你的神迹。主啊，让我们在赞美当中不断升起我们那脆弱的信心，让我们的信心得以刚强壮胆，来到你的面前。我的口要不停赞美，我的手要不停高举，因你应许是我的信心，每个困难中我经历神迹。赞美中信心不断升起，泪水中我依然高声唱，你的心事上大穹苍，你的应许从不落空。赞美中信心不断升起，泪水中我依然高声唱，纵然前路迷茫，我心失望，你的话是灯，照耀前方。我的口要不停赞美，举起你的手，我的手要不停高举，因你应许是我的信心，每个困难中我经历神迹。主啊，我在困难当中也要不停的赞美。赞美中信心不断升起，泪水中我依然高声唱，你的心事上大穹苍，你的应许从不落空。主啊，我要赞美，赞美中信心不断升起，泪水中我依然高声唱，纵然前路迷茫，我心失望，你的话是灯，照耀前方。赞美中信心不断升起，泪水中我依然高声唱，你的心事上大穹苍，你的应许从不落空。赞美中信心不断升起，泪水中我依然高声唱，纵然前路迷茫，
我心是望，你的话是灯，照耀前方。再一次来向神赞美，把你的困难交托在神的手中，把你迷茫的道路交托在神手中。星星不断升起，泪水中我依然高声唱。你的心事上大穹苍，你的应许从不落空。赞美中，星星不断升起，泪水中我依然高声唱。纵然前路迷茫，我心是望，你的话是灯，照耀前方。你迷茫了吗？交托给神。赞美中，星星不断升起，泪水中我依然高声唱。你的心事上大穹苍，你的应许从不落空。赞美中，星星不断升起，泪水中我依然高声唱。纵然前路迷茫，我心是望。你的话是灯，照耀前方。主，我们要赞美你，我们要敬拜你，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你的话语引导我们遇见你，你的话语引导我们领受属天的盼望。你的话语引导我们，即使是在困难的当中，知道你陪伴我们，与我们同在。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我们也不怕遭害，因为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们。你也为我们预备了永生的道路，好叫我们一起奔跑，寻见你。寻找的必被你来寻见。开门的、叩门的必为他们来开门。我们是否愿意敞开我们的心，来邀请、接受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掌权？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慈爱是直到永远的，因为你的信实是直到万代的。我们在过去6天，可能在世上有许多的劳苦重担。上帝，你的话语，主，你的话语就呼召我们说：来，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你这里来，让我们心得安息。当我们眼目放在困境的当中、失焦的时候，求你让你的话语帮助我们回转归向你。谢谢主，每一次我们的敬拜，愿你宝座就设立。每一次我们盼望你的恩典就降下，每一次我们的呼求，盼我们的呼求得着你的应许。谢谢主，借着你的话，借着你所赐的圣灵来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明白真理，好叫我们在真理当中遇见你，经历你。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当中不知道有没有第一次来与我们一同敬拜的哦。好，
如果没有，我们来看周报的消息我们明天开始明天开始也是我们可能建立教会完之后大概20几年这个电梯大概20几年要更新不是维修更新，那大概多久？1个月。我想到1个月我就因为要爬8楼所以为我们家祷告吧让我们爬得更健康这样那在这期间可能有一些聚会的地点就变动了那有些原本在楼上的一些的施工就要调整无法使用这个教室那我们有一些变动，我们在看周报了看周报的这一些的安排那第4次的圣礼典是在7月2号如果要受洗报名的在6月18号前向牧师或者是行政干事来报名。今天长执会之后会召开544次的小会在401的教室来召开。1点的时候我们会在4楼召开410次的长执会。2个月才1次我就鼓励同工如果非必要然后不要随便请假来配合教会电梯更新工程那我们的图书馆就暂停开放到6月底造成不便请见谅。我们有举办这个转化教会七部作，这次中会中日传道部举办，我们教会协办那关于如何去牧养我们的弟兄姐妹从无到有，怎么样建立这样的一个新的小组，或者是怎样牧养小组鼓励大家来参加。这是由新加坡3一教会的欧牧师来主讲，那牧师是配合来就是有一起来教课那我们如果过去有上过课的，你带着课本一个人是500块如果我们没有上过的就是1000块。那像主任干事李章玉来报名缴会，截止日期是6月15号。鼓励我们的小组特别是牧养的同工一起来参加。那今天完之后会有这个礼拜完之后会有在市立图书馆的医疗咨询我们的服事同工也康复了，然后身体康复了这样那求神来保守看顾我们的身心灵都能够健壮，也一起来经历上帝的恩典也分享上帝的恩典来服侍。那我们预定在7月第1周开始会恢复主日的爱餐那7月我们可能时间华台语会对调嘛，对不对？那台语的部分可能就鼓励，就是礼拜完之后我们就有小组的时间小组的时间。那我们需要在不是煮了，我们就是跟这个自助餐有配合那我们需要有打菜了。如果我们叫的分量自己打，一定吃不够知道需要有打菜的人因为爱餐就是这样，鸡过来了。俩腰那种就是不是让你吃得很饱这样，就是可以止饥饿了那我们也透过这样我们不是只有吃，我们可以一起来服侍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负担，你就向我们的属经执事里面干事来登记好，那我们的这个好小字球员 SOS 这个是我们的夏令营青年营Passion Passion 8月23到27了我们看一下，就是如果我们家中有一些年轻人孩子孙子，我们就鼓励他们来参加好这个就是英雄梦工厂是我们的儿童品格夏令营那7月10号到14号那
我们邀请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孙子一起来参加。我们也招募这一些的国中以上的志工，有一些来报名志工说看到说牧师，我说我长大了以前当学员现在要来当辅导当志工，这样很棒我们尽早来报名这也需要这一些的同工，还有这个我们可以就是呼召这一些你邻舍如果有小朋友，你就将这个消息分享给他。这个礼拜六我们的王志香弟兄的女儿义静跟陈俊新弟兄会在我们的教会举行结婚礼拜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我们来祝这对新人好，其他的我们就自己来看我们来读今天的金句，来读2遍来读2遍，一起来。我的心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诗篇16篇第2节再一次来。我的心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诗篇16篇第2节。我们预备心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你明白，你透过这个奉献来经历到神丰富的作为他的供应。如果你不明白奉献的意义，用祷告来表达你的感恩感恩的心归给至神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神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请站立。如今软弱正义的刚强，贫穷这一臣服主，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如今软弱正义的刚强，贫穷这一臣服主，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感恩，感恩，感恩。创造救赎的主，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在你有丰盛的供应，使我们福杯满溢。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你道的人，变为有福。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事顺利。感谢神，在主日的清晨可以来到你的面前亲近你，是何等的恩典。如今你儿女心怀感恩，来到你的面前，将你所赏赐的时间、才干、金钱，并我们口中的赞美，愿如馨香的祭，献在我主台前，求主悦纳。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坐下前彼此来祝说，主的恩典够你用，主的恩典够你用主的恩典够我们用吗？绝对够你可以向他来寻求来，我们要预备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语里面，为什么诗人一直每一节好像都有我，他在说什么，他在经历到什么那用这个诗篇也成为你的祷告你成为
你的祷告，上帝啊，你保护我，求你保护我，因你啊，我投靠你哦。这样的一个祷告啊，不管是只是诗人的，也可以成为你的哦。好，我们预备好了，牧师来读单数节，那大家来读双数节哦。16篇的第1节，上帝啊，求你保护我，因为我投靠你。我对上主说：“你是我的主，你是我一切幸福的源头。”上主忠诚的子民多么高贵啊！跟他们在一起是我最大的喜乐。追随其他神明的人，招惹无穷的祸患。我绝不参与他们的祭祀，也不祭拜他们的神明。上主啊，你是我一切福分的源头，你掌握我的生命。你的赏赐多么佳美，你给我的地业多么令人喜爱。我颂赞上主，因为他指导我，夜间我的良知唤醒我。我时时体会到上主在我面前，他在我身边，我不至于动摇。所以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安稳自在。因为你不会让我下阴间，也不会容许你忠贞的仆人见冥府。一起来，你会指示我生命的道路，在你面前我满有喜乐，在你身边我有永远的幸福。感谢主，透过这一段的话，让我们知道说，你可以拥有永远的幸福，在哪里？是因为他指示你吗？还是你自己来夺取？我们一起来祷告，谢谢主，在你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的身边我有永远的幸福。这是你的话在提醒我们，你的话在指引我们，你的话在唤醒我们内在的良知，好叫我们苏醒过来，能够快跑跟随你。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透过这一篇的诗篇，从诗人在提醒我们，我们要来寻找的幸福是短暂的还是永恒的哦。我要问大家，你认为你现在有幸福吗？真的吗？是什么原因让你幸福？是家人，是另外一半，还是你所赚取的一切哦？2022年哦，你知道全球的幸福报告哦，你觉得哪一个国家是最幸福的？被评比为就是第1名。丹麦，还有没有？台湾哦，你很有信心哦哈。虽然我面对中共不断的这一些的威吓，然后还有没有？瑞士，还有谁？芬兰哦，这个有分的哈，芬兰你知道吗？在2022年，它蝉联了几年？5年哦，5年哦，被评比为最幸福快乐的国家。那我查了一下，今年2023年的3月23哦，它第6度哦，第6度哦，今年也是一样被评比为最快乐幸福的国家。那我们来想哦，我们来想说，隔壁的日本呢，还有新加坡呢，哦，还有韩国啊，还有香港啊，我们用这东亚的这几个国家，你觉得台湾是比他们前面的还是后面？前面啊，很有自信了，真的嘞，就真的哦。日本是54名啊，然后新加坡是27名哦，韩国是59名，香港是81名哦，那台湾呢？26名，在东亚洲来讲是第1名哦，不容易啊，对不对？在亚洲4小龙，我们是独占鳌头这样哦。
不过呢，这个也会因为时间的改变，你知道今年我们倒退一步哦，倒退一步，所以变为27名哦，被新加坡赶上去了哦。那以色列跑到第4名哦。好，那我们来想说这个芬兰为什么是全球评比被认为是最幸福快乐的国家哦？它也可以看到什么？哇，极光了哦。然后你觉得世界上大概评比最不快乐、最不幸福的国家是哪一个？老共没有，不是啊。这个是哪个国家知道吗？阿富汗。阿富汗跟黎巴嫩大概因为之前长期的战火就是战争，所以阿富汗它被评比为就是最后。有人说乌克兰还就是在后段班因为战争的关系。那我们来看说，影响幸福快乐的一些的因素了照联合国这样的一个调查了第一个就是说健康的平均寿命比较长，这个是一个因素。另外一个每人平均的生产总额，就是所谓的 GDP 这个比较高的。然后3个人，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这个社会的支持资源可不可以支持你？这是在评比幸福快乐其中一个因素了另外就是说，这个政府会不会腐败？有没有贪腐？另外呢，个人自由的程度，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评比我们台湾是很自由，对不对？太自由了，对不对？连总统都可以骂，对不对？是以前如果在那种戒严时代，你骂看，隔天就不见了，可能半夜就不见了。另外一个就是慷慨的程度慷慨的程度。那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整个生活是平衡的，不是追求某一样不追求某一样。那我很好奇，就是去查了一下芬兰芬兰这个国家那有机会我们可以去玩看看那根据财经的媒体CNBC 的报道指出它是对于可能年轻人嘛，为什么今天年轻人不想结婚、不敢结婚？为什么？不敢生，为什么？经济负担。这个国家很友善对于生育、托婴政策那你知道在芬兰的新手妈妈他们在生产的时候会就是收到一个礼物大概这一箱百宝箱育儿百宝箱里面大概有60件东西婴儿的用品还有他的衣服啦各种尺寸，他不会说一种尺寸，他还会想说每一种尺寸它大概多少大一下，然后从温度计、奶瓶等等这一些到睡袋应有尽有还有就是新手爸妈他们有10个月的育婴假育婴假。那这样的福利，特别是他们的健保，还有他们的社会资源、智慧城市的规划，还有就是教育的制度也都影响人觉得幸不幸福的这样的一个观感那完善的教育系统带来年轻人有更多的机会创业等等这一些他们有高水准的医疗照护高品质，特别他们的环境绿色空间的这样的一个设施也非常的多，特别就是帮助他们减少他们身心灵的这样的一个压力所以在90%受访的这一些的群众，他们认为他们的生活是达到很平衡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会退步？可能因为外在的这些的环境因素比如说战争，就会影响到物质跟非物质的这样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看到追求这一些的物质可能会比较短暂，因为战争所以毁于一旦，对不对？一夕之间
可能他们家园就没有了哦。所以这样的一个影响短暂可能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在寻求这一些的幸福的指标，可能会因着环境的改变，使我们失去了这一些的幸福感。所以我们在比较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因着环境的因素做退步了。所以大卫诗人大卫他在感受到好像这一些都是虚空。那在诗篇16篇，他意识到就是世俗的这一些的追求，可能都是成为有时候很快的成为过往云烟徒劳无益你知道这个传道书的作者传道书的作家在1章的第2节说什么？他一直喊说虚空的虚空，过来嘞，虚空的虚空，然后过来，最后说什么？一切都是虚空。就是说，他感受到我们在追求这一些名利、地位、财富有时候一夕之间就没有了。地震摇一摇就没有了，大水对不对？土石流一冲就没有了。所以他表达说，其实对这些的事物他有很深的感触。你知道，他从一个牧童一直到什么？从一个作为一个国王，然后本来蛮幸福的，结果因为婚姻出了问题，而且造成了儿子要杀什么？老爸所以你看他儿子要杀老爸，哪一个啊？押沙龙啊！所以最后我们看到整个家庭这样的一个破碎但是他不管是在顺境逆境的时候，他都懂得怎样抓住这位赐福的源头所以和合本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怎样不在你以外。”那现代中文译本说：“你是我的主，是我一切幸福的源头啊！”就是我们不要只抓住那个管道，我们要抓住这个源头所以我们透过这段的经文在提醒我们：我们现在在追求的幸福是短暂的，还是可以一直到永恒的？所以我们要认识说，这幸福的源头，这位神到底是何方神圣？如果我们刚开始在慕道了，你可能从一个面向来认识他，好像我们在读诗篇，现在开始读诗篇，迦南之声也开始在读诗篇嘛。那过来牧师在预备，就是耶和华，你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然后呢，你是我的王你是我的避难所等等。你如果看诗篇这些作者，他在每一次的环境当中，他有不同样的感受，所以牧师会用你上主是我的什么来帮助我们去认识到你自己，认识到这位神，你是我的医治者，你是我的医生也好，你是我的什么所以你自己看诗篇的时候，可能可以从你自己的角度来认识到这位神那不要只停留在认识好吗？要进一步说，我能够成为这样的人，成为怎么样幸福的子民？幸福的子民不是说我受洗我好了，我就期待天堂这样就好，不是。而是要在我们生命当中，神如何供应你、赐福你，但是也要让你成为一个怎么样？一个祝福别人的人，一个施恩的管道。如果只停留在这样你自己的享受、自己的用处，那这不是神要的。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去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就是让我们这样的一个生命能够活出更美好、更有价值当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他提到说：“我赐福你，然后也要让万族因你怎么样得福所以今天我们成为幸福的子民，我们要让我们生命能够成为祝福别人的，而不是只自己的享受。但是我们在追寻这一些的幸福的指标的时候，或是这些的原因，或者这些的目标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的迷失一般人的价值观，我们来看，可能就是物质追求的迷失所以现在的消费，你看这个媒体很厉害让你看一下你就想买，你知道吗？
让你看一下，你就想赶快打电话哦，赶快刷了。现在又很快啊，你知道吗？手机一拿起来看一看，哦，不错，然后叮哦就，然后就什么时候会送来啊？另外还有说，哎呦，你看，如果你需要24小时之内就会送到，有很多消费的方式哦。我常常用手机用网上的这样的一个消费，现在消费的模式已经改变了哦。但是我们看到现代社会的消费观念，常常就是把幸福跟物质财物绑在一起。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我们就被灌输了你要什么哇豪车豪宅等等这一些，然后旅游哇豪华啊。所以有一次我们去那个德国瑞士啊，就你要不要升等啊？要不要升等？我们本来坐经济舱，所以要不要长途啊？对不对？我体恤我的岳父岳母，80岁了跟我们去了，好了就给他升等一下加个豪华，经济舱加个豪华经济舱，你要付上代价了，来回加个13000，还可以嘛，在能力范围啊，争起来坐得比较舒适，你的脚可以伸直啊，这样不错了哦。但是如果加上豪华，要让你付出更多的代价，你要不要？如果这些豪宅、豪车，你要碰了特斯拉，碰了就没有了，对不对？可能很短暂啊。那我们看诗篇的作者在提醒我们哦，我们追求的是什么？是直到永恒的，还是只是短暂？我们一起来念：来，上主啊，你是我一切福分的源头，你掌握我的生命哦。所以消费主义的陷阱，我们不断的从我们口袋一直被掏了哈，不知不觉哦，一按下去，怎么东西送来那么多这样哦？第二个，我们看到暂时满足的这样的现象，可能那个物质的迷失。另外一个就是说，能够满足我吗？我昨天问了这些年轻人哦，我们当中有用 iPhone 的举手，苹果被咬一口的 ，OK， 你们的 iPhone 是第几代啊？有 iPhone 14的最新的举手一下。哦，最新的哦 ，OK， 我的是11啊哈。我们真的不要去追求那个，因为永无止境了。但是我最近在等 iPhone 15。我去中华电信问说，那个15多久出来啊？他说今年，但是不确定，大概9月、10月。哦，我知道了。但是我们如果只是追求这个品牌、时尚，会有迷失的，因为永无止境，对不对？商人头脑很好，知道吧？1、2、3、4，你就跟着1、2、3、4。但是你要看，真的有时候哦，从11嘛，我这是11哦，那到15已经隔了几年了。有的人就说，哎呦，新的出来我就去买，新的出来，到底是在追求什么？我昨天很想问，就是年轻人在追求什么？现在我们在追求什么？你拿着手机那么好，我常常跟牧师讲说，你拿那么好的手机干嘛？打电话 ，OK。我昨天问了什么？这些有的手游嘛，对不对？另外有的是用来什么？追什么？追剧啦！你们都追什么剧？你知道我在讲说流行啊，你会跟着可能人在流行，或者人家在追求什么时尚，但是会不会退流行？会，所以有这种短暂的这样满足的假象，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看看从 iPhone 我第一代，我其实在牧会之前在牧会的时候，全教会我第一个使用 iPhone 然后呢，现在很多人就拿得比我好，我儿子都拿得比我好，你知道吗？不是讲他了好，你知道吗？可能我们现在用这个，有一天我们看电视了，可能就什么？有一天你要接电话的时候是怎样？头打一下，对不对？可能就是按一下这样，出来了，好像回到未来那个，有没有？有可能对不对？现在 AI 机器人时代很可怕的，如果没有好好的应用，你知道吗？未来是一种人祸一种人祸。
上帝要有人管理这些哦，但是人为了追求科技，迷失啊，所以可能有一天是不是牧师会被取代啊？那个 AI 竟然站在那边，他没有办法取代爱，取代关系，你知道吗？哦，所以我们在惧怕，我们在追求什么？哦，真正的幸福的指标目的是活出上帝为我们预备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哦。第三个就是忽略了什么？内在的，我们只追求外在，但忽略内在的这样的一个需求跟富足哦。所以诗人就有提到说，因为我们在追求这一些，然后呢，追完一句又一句又如何？结局如果不符合你的需要，你就会开始批评了，不看了，然后就要追另外一句，对不对？手游也是一个啊，打了又怎样啊？新的又出来，你又去追新的哦。所以没有办法去满足你哦，所以诗人就提醒我们，所以怎样？来，一起来念来。所以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安稳。他提到内在的那个是影响到外在的哦。昨天我为了一个长者，他说睡不着了，我说为什么你睡不着啊？哎呀，就超烦啊，就烦恼东烦恼烦恼西啊，哦。就很多烦恼就开始睡不着觉，身体就会受到影响哦。所以真正的幸福是将上帝放在我们生命当中，而不是将这一些的外在的这些物质来摆在我们面前。诗人很重要，在提醒我将耶和华上帝，我将上主摆在哪里？你将上主摆在哪里？你的面前，还是你的后面？我常常提醒说，我们信主哦，你是信你心来，信入心里，还是信你卡加边？有的有啊，你是把神摆在你的面前，表示说让他来引导了。所以第二个，我们看到这个迷失哦，是自我中心的迷失哦。现在我们强调个人主义，我行为就对了，我说的就算了，我说的就对了。所以常常我们被教导就是我个人的这样一个利益。然而我们看到，如果当你一直说我，你忽略了他人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很孤独，别人不跟你在一起啊，因为你很个人主义啊，你有那种排他。所以诗人说什么？他要把神摆在他的面前，一起来。我时时体会到上主在我面前，他在我身边，我不至于怎样动摇。他不是看到我自己，而是他要把神摆在他的前面，让他不会飘来飘去，不会偏东偏西哦。所以真正幸福是把神摆在你的心里，神摆在你的前面。常常我们会把上帝摆在后面，然后呢，我们所说的、所求的上帝啊，你知道啦，我需要什么什么，然后请他来背书、签名，好不好？不是这样的哦。第二个就是我们追求是不是有意义的哦？只是满足我们个人的虚荣，到最后变虚空。那诗人他他求的就是可以直到永恒呢，不是幻灭啊，一转眼就过往云烟。这样，我们一起来念来。你会指示我生命的道路，在你面前有满足喜乐，在你身边我有永远的幸福。他追求是直到永恒，不是短暂的，是有意义的哦。然后第三个就是忽略了他人的价值。刚才讲我们都在追求我的时候，就会忽略了看见了别人的需要。耶稣很重要，在提醒说，他看见这些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他就怎样怜悯他们。所以他也教导这些学生说：“我给你们权柄，然后你去要帮助这些人，对不对？被鬼附了，你就帮助他们脱离让他们可以自由。”所以耶稣叫我们说，去要使万民做他的门徒的意思，就是说，我教导你们的，我帮助你们，我赐福你们，好像上帝在呼召亚伯拉罕，我赐福给你，谁赐福我赐福你，谁祝福你，谁就蒙福。说你要因万族要因你蒙福啦。这个价值就是说，看到别人的需要，不是我赐福你，你自己享用而已。
今天如果我们享受了，我们领受了，我们上帝的话就提醒我们，施比受更为什么啊？有福。我们的观念就是说，我用出去了，我给出去好像就是少了，不对。你给了，对不对？神还要加给你，还要加倍给你。所以你看到很多愿意分享他生命的人，愿意分享他的资源的人，他越丰富，他越丰富。昨天我看了一个电视节目哦，他从那拍囝啦，虽然他不是信主了，但他从那个拍囝啦、吃毒啦就是吸毒等等这些，后来他改变了，然后呢，他做一些的美食。然后他看到这一些的街友的需要，所以每一周他会发放大概320个便当给他们了因为这样的话引起了政治人物的关注了虽然他们可能要蹭声量或是这些注意但是因为这样他吸引了一些看见他在做了，所以资源就进来，所以更多嘛，对不对？他每年大概要花费1000万呢。但是因为这样的抛砖引玉，因为他看见这一些的街友的需要，所以他分享出来，更多资源就加入了。我相信人会看见说你做的是有意义的，所以他们就会怎样加入你的这样的一个行列里面所以我们看见诗人在讲说，他颂赞主指导他，唤起他内在的良知，去看见别人的需要不是只看见自己的需要。第三个，我们看到焦虑会造成我们一些一直担忧的迷失就是这些的压力会引发我们就是可能睡不着啦，可能对课业、对未来有这样的一个不确定性那这个是诗人，就是大卫他提醒的，他看见是有关于未来的。那我们对未来如果没有把握，我们就不知道何去何从。这个也是我们一般华人所担忧的。我的生命结束之后，我的未来是往哪里去那诗人就提醒我们说，有这位神是指引我们永恒的，是有一个目标的，直到永远的。这个幸福是永恒的，快乐不是短暂的第二个就是说，自我担心和这样的一个控制有时候我们父母，我们常常也成为一种控制孩子他不懂是他想要读的科系，还是你想要他读的科系？有没有？今天我们试问如果你叫他读，然后他又没有兴趣，又勉强去读，可能对不对？我的儿子在摇头那以前我们你就读那个结果他现在做了跟那个没有什么关系明白吗？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会用我们的主观意识来加诸在别人的身上，比如说我们可能加诸在儿女的身上，我们想要他读什么这样的一个自我担心跟控制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对未来的恐惧，但是我们又想做什么那我们来读这段的经文来。我为什么这样悲伤？我为什么这样沮丧？我要仰望上帝，还要再颂赞他，他是拯救我的上帝。有时候我们的期待跟落差，就是跟那现实是有落差的所以我们如何去提醒我们调整一下上帝要我们做什么，不是我们要做什么，不是我们要谁，我们要儿女做什么。等一下我讲这个见证也是有关于这个母亲跟女儿之间的关系就是因为这样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忘记了上帝的同在，忘记了上帝的同在。当我们陷入到焦虑的时候，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自我控制或是掌控，对我们的期待失落了，所以没有办法符合我们期待哎呀，怎么差那么多？你应该考到那个，怎么差那么多我们都没有看到说儿女们他们的兴趣，他们喜爱什么。当然我们可以做一些的导引了但是我们如果把神摆在我们的面前，这个经文一直在提醒我们说，我时时体会到上主在我面前，他在我身边，我就不至于动摇。他会指引我们的方向
如果我们自己想了，但是大环境一直在改变，未来要做什么，我们真的是讯息变化，我们真的有时候没有办法控制、掌控，所以在提醒我们啊，这大概有目前透过这一段的经文，这一篇的经文哦，牧师提供一些的迷失，但是可能还有其他的，我们可以一起来可能从你自己在读经的过程当中，你可以看哦。最后我们来看如何成为一个幸福的子民，遇见幸福的关键是什么？其实第一个是脱不了关系啊。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亲密度啊，跟你的旁边说有关系就没关系啦。如果我们的关系够好，我缺乏了，我说凯恩长老10万来借好不好？他说10万够吗？对不对？他可能关系好的话，就10万够吗？20万好不好？对不对？如果关系不好，1毛钱你都不要想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跟神之间的关系，就是因为透过什么样的管道，可以透过什么管道？弟兄姐妹可以告诉我吗？你怎么样跟上帝建立这种关系啊？祷告、灵修，对不对？祷告灵修，这其实是诗很重要的。他常常透过祷告，对，透过安静，能够思想他与神之间的关系。牧者跟羊的关系，对不对？还有什么样的方式？这样好，所以他透过这样的祷告灵修，让上帝的灵能够唤醒他的良知啊，唤醒他内在。对，上帝有时候透过先知来告诉他，还用比喻、用故事，那个比赛，那个游戏，然后呢，讲的就是你了。但吓一跳，然后他开始就这样的悔改。你知道，透过祷告，他常常倾诉他内在的一些的苦楚。所以常常告诉这些社区的朋友说，什么叫祷告？你就给赖一个心事啥人知，讲话知，靠耶稣的名阿们，就那么简单嘛。就好像我们很能够跟别人聊天，但是对不对？都是聊是非，对不对？那我们跟神聊天，你怎么聊？你可以聊你的心事啊。好所以我们为了要帮助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在7月29号，我们的灵命更新部会推一个，就是在祷告灵修中的自我关顾，就是我们如何来操练，怎么样跟他建立关系，遇见神，50个名额而已哦。如果你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我们一起来，只有1天的时间哦，早上9点半到下午4点。在我们的教会，我们会透过各种的这一些的方式来帮助我们怎么样去灵修，怎么样去祷告只有50个名额所以灵修是一个跟神亲近的很重要的一个实践。我们不是知道祷告，怎么祷告？遇到危难的时候怎么祷告？遇到攻击的时候怎么祷告？你内心物质怎么祷告？很多你怎么样对付这些黑暗权势？怎么祷告？所以靠着主加给我们力量，我奉主的名在捆绑、在释放的过程当中，会帮助我们第二个就是说第二个是赞美跟感恩。你知道赞美的时候，那些的邪灵就受不了。你知道，当你赞美敬拜上帝的时候，那个赞美的能力就好像保罗跟希拉他们赞美的时候，那个捆锁就脱落了，捆绑就脱落了。所以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就打开 YouTube， 你就选个诗歌，你就开始跟着唱。你要等一下那个见证说，他听到人家唱诗歌赞美的时候，那个字字句句都扎心，然后他就开始流眼泪了。所以赞美跟感恩是让你更接近神，然后让神的宝座就设立在那里最后一个这个增进上的关系就是寻求他的心意所以我常常用耶稣主权的祷告来帮助。昨天晚上带一个年长者决志本来我为他祝福结果我为他祷告的时候，他就开口了。好，这样好，那你要不要让耶稣来帮助你？好好，我就耶稣，我邀请你做我灵的主、思想的主、情感的主、意志的主、身体的主。你知道思想的主在讲什么吗？你邀请耶稣成为你思想的主，就是让他的意念成为你的意念，让他的道路就成为你的道路。
所以 WWJD 就是 What would Jesus do？ 就是耶稣在这件事情会怎么做？那我寻求他的心意，我求你来帮助我。我们都是常常说我想要怎样，然后耶稣你来帮助我，好不好？我要做什么工作？好了，你来帮助我，让我考取，好不好？但是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儿女说，你要寻求神，你要我未来走在什么样的工作道路上面？我们常常都设定好，刚好颠倒了。所以说，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然后呢，这些东西要加给你，不是吗？所以牧师才会走这条道路哦。我不是说叫每一个人都做牧师啊，不是啊，我也不会叫我的儿子做牧师啊，除非他自己有感动。为什么？因为牧师不是一般人，一定要有特别感动，不然做不下去，真的。你知道做牧者的有时候以前的会友在开玩笑，牧师啊，你做牧师很好做呢，1个礼拜就讲1次道，然后1个月，然后领了那么多钱。等到他家碰到问题了，然后半夜牧师接到电话去处理啊，去怎样，他才知道。然后我玩 game 嘛，要找牧师，儿子不读书，牧师你来好不好？你来帮我劝一下我儿子。结果我去发现，儿子的问题不是那么大，是他先生生病了，问题更大。你知道吗？整个这样的一个家庭。白天半夜，弟兄姐妹遇到这些生命的问题的时候，半夜打来，牧师能够说：“今嘛半暝啊。”有一次我在碰去说：“塞工叫不起，你知不？”说没有关系，我们2个牧师在这边。是那个心啊！当你寻求上帝的心意，你有那种感动，你做的时候才能够怎样？不管是劳不劳苦，你都愿意啊。第二个，我们看到，我们不只是知道我们要操练哦，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办这个营会？就是让你自己透过自己说、自己来祷告，可能透过一些的方式来帮助你来操练，聆听上帝的话。不是你所听的都是上帝的话，好吗？而是你要好好去分辨。所以第一个就是聆听，然后当有一个图像、有一句话进来的时候，你要分辨神这是从你来的吗？如果不是，奉主的名我把它交给你。第二个，我们看到垂听上帝的声音哦，是有人会误解的这个这个经文呢，就是说好像我都不提别神的名号，就是我连都不说了。他的意思，真的意思是说，我们一起来追寻其他神明的人，招惹无穷的祸患。我绝不参与他们的祭祀，也不祭拜他们的，口不提别神名号，不要表面去解释哦，而是说我不会去参与在他们的祭祀，就是在敬拜的过程当中，我去信靠他，倚靠他。不是说我们讲什么都连这个名词都不能讲，就说你就有一个撒旦，那我说耶稣他怎么讲，那先知怎么讲，不是这样的啊。我们解经不是这样好吗？要看上下文，看他原来的意思哦。所以第二个，我们看到不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哦。圣经告诉我们，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是依靠万军之耶和华灵方能成事。所以他在宣告说：“上主，你是我的，你是我的，你掌管我的生命，就是这个意思哦。”第三个就是你有坚定的这样的一个盼望哦。他说：“你是我的。”他一直说：“我的福分不在你以外了，你是我一切，包括大小事情。”所以他很坚定的就你就是我的，除了你之外别无拯救，你就是我，除了你之外没有其他的赐福的源头。所以他很坚定，不管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相信你的信实，你的慈爱。最后一个，我们来看哦，你知道你做了，但是你要让上主来居首位哦。所以耶稣主权的意思，祷告的意思，你常常用这样说：耶稣，我邀请你做我灵的主，让我跟接受的是从圣灵来。今天说圣灵降临节，
初代教会为什么这些的软弱的人，这些的门徒、渔夫，你有比他差吗？你有比他差？没有，你读比他更多的书，对不对？但差一点说有没有圣灵的同在？你有没有接收到？对不对？你相不相信？信不信任他？这是世界牧师他们有去那个保罗宣教很重要的地方嘛，特罗亚。保罗的宣教成功吗？看是不成功的，但是福音却能够从那边传到欧洲，欧洲再传进来，对不对？我们不晓得上帝怎么样，但是你信任顺服上帝的引导嘛。他本来想去哪里，但是圣灵说不可以，他说好吧，我顺服。结果就有经历过这样奇妙的作为，去解救这些需要的人。第二个，我们看到如何将生命信仰活出来。我觉得透过跟神之间的这样信任关系，然后跟他有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的这样的连结之后，我觉得信仰要活出来信仰要活出来，不是指自己去经历。所以我们在一起，我们有这个行动，所以等一下有医疗咨询嘛，你愿意，你有时间就跟着去看看这些愿意付上代价，他们在那边怎么接触人群。这一次我们的成人退休会上个礼拜我们不在我们不是只有听这个杨牧师讲得很好自己都不好吗？只要看到别人的好吗？你有没有看到自己的好？肯定过去的信仰前辈在这边建立，我们过去几年建立不好吗？我们要有自我这样肯定。牧师最后给大家一个任务。前一天有几个人睡不着，我说就很简单我们策展一个活动，100人，你去接触100人，10组，每一个组就接触10个人，好不好？接触10个人，我不要让你们说问听完之后，请他们决志信主，没有，我就告诉他，我们现在台湾比较紧张一点嘛，对不对？安全性，所以我就说几个字，6个字。你就去找一个人，陌生人跟他接触，然后我们制作了一张，然后你就邀请他说，我们一起来说祝福台湾平安，这样可不可以？可以啊。我不知道他们前一晚有没有骂我，不过到最后我看他们都很喜悦，然后我也是邀请一群骑重机的，然后他们也是很高兴有一个那个计程车司机，哇，我今天跟耶稣有缘那个乘客告诉我耶稣，然后今天你们又跟我说耶稣每一组都达成任务怕什么？感谢主你的生命是可以分享的，你知道吗？然后最后把一张祝福卡给他，然后录影、拍照、上传，每一个组都完成任务弟兄姐妹，不要小看，你可以的当你这样习惯了，你就知道说，神要我们做的是，你要成为让别人因你得福的那一位，好吗？因你得福是上帝告诉亚伯拉罕，我们不是信心之父的后代吗？我们也一样能够承接这样，好吗？所以拥有跟神之间的亲密关系，是你愿意活出来。为什么大卫他在无论顺境逆境，他跟神之间都有好的关系？最后我用这个故事这个欧阳红婷这个姐妹她较早没行，你知道，所以她参加义消啦，怎样后来她也进入到公庙，你看因为一些的不顺遂，身体不好，然后儿女生病所以去找，你知道去找那个收金的，有改善，所以然后就带领他进入到公庙然后跟乩童合作他做德讨啦，德讨知不？德讨就好像乩童在讲他就翻译一下，好像你说方言就有翻方言的这样。
这样明白吗？那个当机跟倒头，所以一打，你知道吗？所以这边我们看到，有一段时间他就因为这样接触，邪灵也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就医治了，所以他就决定他奉献一些时间然后晚上就去宫庙这服侍，所以当机得到有人要来问事嘛，对不对？他就开始接触了大概4年多。那有一次呢，他发现来问事情的人大概都同一批啊。大概差不多同一批问完了，突然有一个基督徒来问事我想这个基督徒就是信仰不够嘛，信仰不坚定啊，所以才会跑去宫庙去问嘛。然后这个基督徒一坐下，那个乩童就马上说什么：“你不要问我，因为你的事我不敢管。”你知道吗？你的事我不敢管，可能他知道说有一位更大的上帝，你知道吗？所以他就很奇妙，他把这件事情就放在他的心里面那他有一位好朋友跟他传福音传了6年，他都不为所动那他就邀请他的孩子要到教会去参加夏令营啊等等这些。孩子去主日学去夏令营就参加了，很棒很喜乐，所以就想去了想去这个朋友就带他的孩子去了久而久之他就不好意思了，不然我就自己带了，我就自己带孩子。所以很多我们孩子社区孩子来，父母跟着来为什么？就带他的孩子来。所以我们有家长成长班就是这样他就参加什么好像这成长班有什么有插花啦，有烹饪啊，所以参加。有一次他听到里面有人在唱诗歌他就走进去，然后听到那些唱的诗歌歌词字字就扎心了，他就开始掉眼泪。为什么？所以从此他就这个白天礼拜天就上教会，然后晚上就去做得逃。然后后来因为最后他的母亲被诈骗了，骗了10万元。骗了10万元，然后他想说我来问师父了看什么事了所以他就去问师父。师父说免讲啦，一个字贪就不用讲了。他说我在这好歹我也当了4年的得逃，然后奉献我的时间我的金钱，但是我连问一下你就弄下不汤。所以后来他就跟这个神明说：“我告诉你，我要去信耶稣了今天是最后一次，我不要信靠你了，从此就一刀2断这样。”后来他就接触了教会。当他开始接受一些训练、祷告有一天那个客户27组、30组这样，所以他后来他在工作上他自己业绩就是连2年的最佳业绩奖这样所以他自己去经历这位神为什么不一样他跟女儿的关系有一次就是刚才我讲的说，他要他的女儿读这个科系，他的女儿就偏不要，就吵起来了。如果照以前那个性塞了就一巴掌，但是他忍住他就很难过然后呢，他就读了一篇文章，哥林多前书13章第1节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语言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响的鸣的锣，响的拔一般。”他看了那个上帝的话扎心若没有爱更好的科系，更多的你可以学习更多的恩赐都没有用。教会也是一样，若没有爱，你做更多没有拆缸了。弟兄姐妹提醒我们，所以他从一个得逃到教会的区牧，他的生命成长是因为遇见神，所以弟兄姐妹，这篇诗篇其实是诗人自己的经历，也可以成为你的经历我们一起站立我信我自己相信说，我投入在全职侍奉，你也可以投入在什么代职侍奉，你可以投入在你职场的侍奉你可以投入在你的家族的侍奉。你告诉他们，上主是你幸福的源头，你也可以来经历看看，好吗？你要上主给你的永恒的喜乐吗？
永远的喜乐不是说我受洗了就好了，我要装备我自己，能够让别人因我得福啊。这首诗歌是我很爱的诗歌，所以我跟师母说什么？这首诗歌是我个人爱的啊。我告别礼拜的时候用这首做故人爱饮了。为什么？我要告诉，在我生命最后的一刻，别人也可以因为这个诗歌认识了这位上帝真的好啊，不是你好就好了，让别人因着你得福，好吗？我们一起来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爱慕神的人必得着满足，神他就是爱，永远不更改。寻求神的人必不知羞愧，神必定公义，神是最美的产业。神你真美好，真美好，真是美好。我经历你的心事，述说你的恩典。神你真美好，真美好，真是美好。一切寻求的心存盼望，就必寻见。一起来宣告说：神你真美好！来，神你真美好，真美好，真是美好。我经历你的心事，述说你的恩典。神你真美好，真美好，真是美好。一切寻求的心存盼望，就必寻见。一切寻求，一切寻求的心存盼望，就必寻见。这位神对你来讲好吗？如果好，就好好的跟随；如果好，就好好的信靠他。没有一个神可以像他这样，没有一个神是全能，只有他。寻找的，他说我在这里，就被你寻见了。愿神来赐福哦！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要说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主，我们要宣告说，在你里面有供应，在你有保护，在你有平安，在你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的面前，在你的右手有永恒的福乐。谢谢主，透过诗人在提醒我们，你唤醒他内在的良知，你也透过你的话语来唤起我们内在的良知跟信心，让我们知道神你真的美好，你的慈爱直到永远，你的信实是直到万代。愿世人都跟随你，知道你的好，快跑来跟随。愿主耶稣基督，你为我们付上的生命的代价，让我们能够成为幸福的子民。亲爱的圣灵，求你感动我们，能够明白天父上帝的爱，能够明白天父如何为我们预备将来的美好。主圣灵，恳求你开我们心窍的明白，也让我们能够用信心来经历进入到神你的恩典当中，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心中充满盼望，盼望使眼睛明亮。道路虽崎岖，你与我同行。
心中充满盼望，盼望是信心刚强，信靠每一句应许，生命充满亮光。心中充满盼望，盼望是眼睛明亮，道路虽崎岖，你与我同行。心中充满盼望，盼望是信心刚强，信靠每一句应许，生命充满亮光，生命充满亮光。我们的聚会就到这边，愿主的平安赐福与我们同在，请坐。喂 ，test。